堂課7嘅填空題部分啦。第一條啦，佢話 F-3等於7，咁啊由呢個條件出發去計翻呢個 F3，咁我先計 F-3先啦，等於7。F-3 F-3咩先啦？冇等於7啦。F-3就將個 x 代個-3落去啫 ，a 乘-3 5次，再加 b 乘-3 3次，再加 c 乘-3再加5，咁 F-3你先代翻7落去啦。呢個入邊抽翻個負出嚟啊，負 A 乘3嘅5次啦嚇，再加 B 乘3嘅3次啦，抽個負出嚟，再加 C 乘3啦，加5，將5移過嚟啦，7加5就12啦。所負呢一串嘢咧，有未知數呢串嘢咧，就係12啦。所以呢一串嘢其實等於翻咧，呢串咁嘅弧，呢串嘢等於翻負12啦嚇，唔抄啦。呢串咁長嘅嘢，好，跟住啦，再睇啦，要求嗰個 F3啦。F3咩嚟咧？就將呢一個 F(x) 代個3入去啫。A 乘3嘅5次，再加 B 乘3嘅3次，再加 C 乘3，再減5。咁你發覺頭先呢一串嘢我頭先計咗啦，就係呢個等於負12嚟嘅，負12加5，所以等於負17。咁呢個你抄唔抄翻落去就自己決定啦。好，第二條啦。咁咧，我唔詳細寫個步驟啦，但係要證明係偶函數咧，其實就係咁樣偶函數啦。點證明到咧？G(x) 喺呢度識啦 ，G(x) 等於 F(x) 加 F 負 x， 咁你計 G 負 x 啦 ，G 負 x 就將 x 轉做負 x 啫，後邊嗰個負入邊有個負 x，將 x 換轉做負 x 啫，咁兩個負得正，所以 F(x) 加 F(x)， 咁你發覺左右調翻轉嘅話咧，就啱啱有個 G(x) 嚟嘅。咁所以你發覺兩個函數之間咧，代個負 x 落去話咧，都唔好變過嘅話，就係極偶函數咯。係啦。第三條就係呢個函數係非奇非偶嘅，點解咧？F(x) 就係 x 加1 ，F 負 x 咧等於負 x 加1，咁呢個點都變唔到等於 F(x) 嘅啦，係嘛？都唔等嘅，亦都唔可以等於F 負 x 嘅，所以唔係奇亦都唔係偶嘅話咧，都去唔到兩個方向，所以係非奇非偶啦。好，第四條啦，好啦，我由 F(x) 嗰度出發啦 ，F(x) 等於根號 x 2次3，咁 F 負 x 咩嚟啊？就將 x 轉做負 x 嚇。好啦，負 x 嘅2次，咁就都係等於 x 2次啦。咁呢個等於翻 F(x) 咯。好啦，如果你用 F 負 x 轉咗之後，都係等於翻原本嘅函數，就係個偶函數。好啦，呢個證明同頭先都差唔多啦。F(x) 等於3x 加根號 x 嘅3次 ，F 負 x 咁等於負3x， 3乘負 x 應該抽到出嚟啦，再加負 x 開3次方，咁有個負抽出嚟負3x， 後邊嗰負咧開3次方個負出咗嚟嘅，負根號 x 3次方，咁所以個負抽出嚟啦嚇。咁你發覺係爭咗個符號嘅，同 F(x) 同 F 負 x 爭咗一個符號，咁所以就係一個奇函數啦。
咁第六條啦，要計 F(F0) 啦，咁所以其實要計裏邊嗰層先啫，F0先啫。F0咧係咩嚟咧？就將呢個3x 加1個 x 代0啦，即係3乘0加1，所以答案1啦。咁所以呢一個我哋計咗出嚟咩啊？就1嚟嘅，所以我哋就 F1 啊，呢個裏邊嘅層1。咁所以再計落去啦，F1 就將呢個3x 加1嘅話，將 x 代1落去，即係3乘1加1，所以答案3加1，答案係4啦。好，第七條啦，第七條你畫圖就容易啲搞嘅，你唔畫圖就麻煩啦。係啦。咁第七條咧，你畫圖之後，你發覺咧，第一圖咧，當你 x 係0嘅時候 ，y 係1；當你 f(y) 係0嘅時候 ，x 係-1。咁樣你發到圖，但係呢個圖擺明唔係一個基函數啦，唔過呢個餘點啊，亦都唔係偶函數，所以咧都唔左右對稱，所以呢個唔啱嘅啦。第二圖你畫一畫啦，用3點畫啦，畫完之後發覺圖係向下嘅，係咪？發現個圖向上走嘅，所以呢個應該係啦。咁第三個圖咧，畫完之後係發覺係向下走嘅，咁所以呢個唔係啦。第四個圖咧就係咁樣嘅，咁你可以用3點畫嘅。當 x 代1嘅代0嘅時候 ，y 計0啦；當 x 代1嘅時候，計到1啦；當 x 代-1嘅時候，亦都計到-1啦 y。咁所以呢3個點可以計出嚟啦。當 x 代0嘅時候0啦，當 x 代1嘅時候咧 y 計到係-1啦。咁所以呢3點計出嚟一樣啫嚇。咁所以答案應該係 B 啦。畫完圖嚟講，見到係基函數，呢3個都係基函數嚟嘅，都係基嘅。左呢個180轉咗之後會重疊噶嘛。咁但係真函數向上走嘅就係得 B 嘅。咁如果唔用畫圖嘅證明嘅話咧，就用區間咧就比較麻煩啲，因為有個絕對值喺度，要翻3種情況嚟討論嘅。咁但係我哋唔討論啦，用畫圖嚟睇睇佢算啦。第8條，好啦，佢話喺2、6區間裏邊，咁咧你當你代個2入去嘅時候咧 ，F2 計出嚟咧2減1除2等於2，所以咧當你2嘅時候都計到你2啦。好，當你係6嘅時候咧，6減1除22/5啦，咁係2/5啦。咁所以2嘅時候，6嘅時候2/5，咁所以係向下走嘅先嚟嘅。咁向下走嘅先好明顯減函數啦。咁咧喺2/5呢個位置咧，2/5呢個位置就係最小值啦，因為你係最低噶嘛，所以答案係 D。